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向土耳其和叙利亚救灾工作提供捐款；联合国专家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强行同化和分离100万藏人儿童。藏人行政中央欢迎美国国会两院再次提出促进解决中藏冲突的法案。司政边巴次仁对美国麦迪逊和芝加哥藏人社区展开访问。司政边巴次仁在华盛顿会见多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驻台湾办事处下属出版社参加第31届台北国际书展。印度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仁金拉姆女士访问藏人行政中央总部。西藏博物馆在成立1周年之际推出新的语音导览程序和互动网站。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土耳其和叙利亚两国于本周一2月6号凌晨发生毁灭性的大地震，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随即次日致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呼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向灾区提供救济。达赖喇嘛尊者在信函中写道：“我向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表示慰问，并为所有遭受这场灾难影响的人们和遇难者祈祷。令人欣慰的是，除了联合国协调的卫生团队之外，世界各国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也在派遣人员支援和帮助灾区的救援和救济工作。”达赖喇嘛尊者为了表达对土耳其和叙利亚人民的声援，已经指示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为灾区的救援和救济工作提供援助资金。与此同时，一个由3名联合国独立专家组成的小组于本周一2月6号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烈的新闻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强行将超过100万的西藏儿童与家庭分离，在充满殖民主义风格的寄宿学校中接受汉化教育。专家们在声明中强调，中国其他地区也存在着寄宿学校，但在西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寄宿学校比例要高出许多，而且近年来一直在增加。在藏人人口密集地区的农村学校被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在教学和交流中完全使用普通话的乡镇和县市级的学校，这进一步增加了西藏的寄宿制学校的比例。联合国专家表示，他们正在就此问题与中国当局进行接触，并在2022年11月已经致函中国政府，提出上述问题。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曲季女士对此指出，这份联合国专家发布的新闻声明中，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希望各界人士能够跟进，特别是考虑到西藏的严峻局势，以及西藏仍然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地区。此外，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于近日在国会中重新提出促进解决中藏冲突的法案，建议美国政府将保护西藏人民在国际法下的自决权作为一项政策。该法案强调，藏人行使自决权利的能力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政策所排除，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冲突尚未解决，西藏的法律地位仍然有待于根据国际法来确定。法案明确指出，未来的唯一道路是接受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中间道路政策，即基于真诚和无鲜血条件的谈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框架内实现西藏人民的真正自治。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赞赏众议员吉姆麦戈文先生、众议院迈克尔麦考尔先生、参议院杰夫莫克利先生和参议院托德扬先生的努力。诺增卓玛部长表示，美国国会两院重新提出两党议案，
再次表明美国立法者致力于通过中间道路政策为解决长期围决的中藏冲突提供急需的推动力。在承认美国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和长期支持的同时，诺增卓玛部长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将促进解决中藏冲突的法案转化为政策，作为解决中藏冲突的途径。另外，在结束对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访问行程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2月3号抵达美国芝加哥机场，受到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和芝加哥藏人民众的欢迎。司政在驻北美办事处藏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先生的陪同下，在麦迪逊的平措大吉林藏人社区礼堂与当地藏人民众进行了互动，详细介绍了第16届噶夏的执政政策和工作情况，同时回答了民众提出的问题。随后，司政前往芝加哥藏人社区进行了访问，受到了当地藏人协会副会长和理事会成员的接待。司政向芝加哥藏人民众着重谈到了中间道路政策、西藏在历史上的主权独立地位、美国国会在众议院通过的有关西藏的法案等议题。与此同时，司政还于本月4号和5号分别向威斯康星州和芝加哥的藏人学生和专业人士进行了交流，并在交流期间呼吁居住在自由世界的藏人青年积极宣传西藏自由事业，并向藏人青年介绍了西藏的环境状况、西藏的历史、美藏历史关系等问题。司政还于上周日视察了芝加哥周末藏语学校，并代表教育部向该校优秀教师和学生颁发了奖章和证书。此外，在结束对威斯康星州和芝加哥的访问行程后，司政边巴次仁再度返回华盛顿特区，并于本周二2月7号在美国国会大厦拜会了多名大力支持西藏的参众两院的议员，呼吁他们支持和制定有关西藏的法案。当天上午，司政边巴次仁拜会了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高级成员马利奥·迪亚兹·巴拉特众议员，随后拜会了国会众议院印太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金义玉众议员和布莱恩·沙兹先生，并与上述议员举行了会谈。紧接着，司政拜访了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众议员。同样，司政还拜访了参议院托德扬先生。在拜会上述参众两院的议员时，司政敦促议员们坚持不懈地支持和推动有关西藏的法案，同时在会谈期间呼吁议员们继续对西藏自由事业提供持续不断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支持。另外，由台湾文化部主办、台北书展基金会承办的2023年第31届台北国际书展于1月31号至2月5号在台北世贸一馆开幕。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下属的雪域出版社参加了书展活动。在书展活动的最后一天，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代表格桑坚村先生在雪域出版社的展区，通过介绍西藏的历史、地貌、宗教、文化和当前的政治地位，向参加书展活动的台湾民众着重介绍了保护西藏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民族服饰及圣山圣虎的重要性。在台藏人福利协会会长扎西次仁先生也在活动上谈到了西藏自由事业的历程和当前西藏境内的现状。据了解，今年的书展参观人数达50多万人次，为2020年的2倍之多，创下历届书展之新高。本届书展由来自全球33个国家的470多家出版商参加，并且汇聚来自国内外790位人气作家，举行了超过800场以上的精彩阅读活动。另外，印度中央政府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委员仁钦拉姆女士于本周四2月9号上午参访了藏人行政中央总部和邻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在参观邻近藏人行政中央总部的乃琼寺和嘎东寺后，仁钦拉姆女士与随行人员一道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并在副议长的陪同下参观了议会大楼和西藏博物馆。
随后，代理司政诺增卓玛部长在嘎夏秘书处接待了任钦拉姆女士，并在会谈期间讨论了有关印度藏人社区的福利等问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隶属于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的西藏博物馆，在迎来开馆1周年之际，于本周四2月9号上午，在该馆启动了新推出的语音导览应用程序和互动网站。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为相关应用程序和网站进行了揭幕，并在致辞时对西藏博物馆的这一举措表示欢迎，并指出境内藏人的身份认同被中国政府系统性消灭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同时重申了联合国最近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西藏博物馆馆长丹增多登先生介绍了西藏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和该馆为传播西藏的传统文化、历史、境内藏人的真实处境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并详细介绍了新推出的语音导览应用程序和互动网站。据了解，新推出的语音导览应用程序目前有藏语、印地语、英语、汉语和意大利语等5种语言版本。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